我觉得它可以运用在搜查，就是像那种深山啊没办法进去，或是人比较难靠近的地方，就可以用那个空白机。是一般用在救灾或者是一些巡视的东西上面吧。之前地震造成大楼倒塌的话，可能就可以先运用无人机去查看，就是某些地方可能是不是会有生还者。其实它不是很好考，因为我们从107年年底开始，然后就是接受警政署的训练啊。那但是呢，因为它飞行的过程有一个叫做姿态模式，就它没有办法靠任何的GPS 啊，或者是辅助定位这样子，就变成全程你都是要用手控，它会变得不好控制这样。我是觉得今天算是踏出第一步啦。其实各局处它都在培养它的飞手，我们的机种也很多除了以后任务相互去协调以外呢，技术的一些交流的运用，我是觉得今天最大的意义。那未来说不定我们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任务，或者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我们都可以透过跨局处的部分来做协调联系，可以来互相支援，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你想象的无人机会做哪些工作呢？无人机不仅能运用在农损的巡查、警消的救灾及灾害的勘查等等，运用非常广泛。台南市政府成立全国首支无人机队，将市府各局处的无人机进行整合，互相支援，并协助同仁考取专业执照。目前台南市政府无人机队已有23张中高等级专业执照及49部无人机，协助市政管理及救灾上的运用。在智慧城市的发展上有着不错的成绩。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研考会戴竹伟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研考会主委戴伟俊。无人机在台南市智慧城市的发展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是超前部署，是第一个地方政府成立无人机队。在这个无人机队成立之后，这些不同的应用互相的支援，而且可以整合在一起，就可以发挥一些综合的效果。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办一些分享会，让这些无人机队的成员呢，可以去分享他们飞行的技术，他们的经验，这样子可以提升他们能力，也会持续不断的再去培训这些操作员，让他们拿到证照。值得一提的是，台南市这些操作员，他们拿到的证照是中高等级的证照所以让我们在飞行上面呢是更具专业性，而且更具安全性，跟 AI，跟云端的技术、边缘技术、物联网还有5G 把它结合在一起，我相信这个无人机队未来可以做更多的事，让我们朝向智慧城市更迈进一步。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10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今年是台湾山海圳国家列岛元年，台南社区大学台港分校海尾调防宫，甲台港的师生为11号开始，将展开6天的行路健学运动，要用双脚来体验台湾的岛湾文化甲生态。市长上午特别前往受旗，当时带领台港的师生向台道工作，祈求一切平安。台南社区大学台港分校海尾调防宫以及台港师生多年来徒步倡议，推升台湾山海圳国家列岛。今年是奉台湾山海圳国家列岛元年，小台港师生8月11日起，将会展开为期6天的中塔台湾山海圳国家列岛行路健学运动，用双脚体验台湾多元的文化以及生态。市长黄伟哲、副市长赵清惠等多位贵宾，10日拢来到海尾调防宫为小台港授旗勉励。谢谢。好，再来，我们掌声谢谢市长好不好？这是一个文化之旅，那来见证咱鲜明的一个卡架开辟台湾从台江开始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个生态之旅，沿途的生态非常的丰富，所以呢，我想各位同学，不管是你已经走过了还是
即马第一遍行，我想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学习，拢有诚大的帮助。这条路线对咱来讲，不管是讲对台南的意义，还是对台湾的意义，拢非常的重大。咱经过的所在，就是咱先民它的这些聚落的形成，还是讲咱的建筑啦、咱的庙宇，一直到我们的玉山。所以你们这次的行程非常特别。我头拄听茂成老师讲，咱不是去佚佗的哦，咱来搁做一寡探勘，所以我们也尽了很多公民的义务。从小就去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公民是很重要的哈。小台港青主苏生这次将伊行路、坐公车、脚踏车等方式，沿途体验台湾山海圳国家绿道，以绿色旅游模式，和学生互相扶持鼓励学习，为当中乘客体会台湾之水。在一路上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事情，很难忘的？累了就找旁边的，就是旁边的植物的留下来的东西，然后去一起玩，就利用自然，然后让自己不要呈现那么累，然后让自己快乐一点。沿途的话，就是有些是公路，然后旁边没有什么东西，就会觉得蛮无聊，然后会走不下去。那就是转换一下注意力，然后让自己不会让自己太无聊，然后就可以坚持走下去。可能晚上的话需要分饥热，然后早上就不会痛，可以坚持走下去。然后沿途还可以认识各种植物，所以可以转换注意力，然后就会让自己觉得很开心。跟同伴聊天也会觉得释放压力。台湾社区大学台港分校推动台湾山海圳国家绿道绿色旅游行动，促进地方创生，持续守护台湾多样性的文化甲生态，营造文化生态健康的台湾新家园。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日前伫渔光岛发生民众饮水的意外，所以港务公司就要求去渔光岛袂当落水。如果要进行水上的活动，也需要事先做申请。这款规定造成当地民众甲议员的不满。立委林俊宪10号下晡特别邀请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勘，希望会当互水域安全来开放。渔光岛这几年来已经是台南上热门的观光景点。真侪民众喜爱伫遐耍水，也即是参与水上活动。但其实当地是属于商港法管理的水域，是袂使有水上活动，也即是耍水的。伫日前发生了民众赌水的意外以后，负责管理的港务公司也决定将要禁止民众来遮耍水，这也引起民众甲议员的不满，认为安尼对当地的观光并无帮助，应该要加强安全的设施，并合法开放，予民众来耍水。对此，立委林俊宪10号下午特别邀请港务公司、甲里长以及议员到场会勘，希望会使予当地合法来开放的同时，嘛打造一个安全的水域环境。渔光岛在前几天因为有发生一些意外事故，那其实不应该因为政府来不及做好行政措施或者是说政府的管理跟不上那个地方进步的需求就用查禁的方式。反而我们应该要加强的宣导来加强的改善。所以渔光岛未来绝对是台南市的一颗钻石。那目前港务公司跟市政府也已经完成了地方的都市计划审议那送交到内政部去。我们希望赶快把这些行政程序走完，让渔光岛的沙滩合法化，那么就可以做一些基础的公共设施，像淋浴。像厕所、像停车，否则呢，渔光岛每天尤其是周末时候，大家来看看，那么多的民众喜欢到渔光岛来玩，但是连最基本的需求连用水、厕所都是个问题，更不用讲到停车，这些都是政府应该要即刻来改善的。如果渔光岛要走向开放，除了需要一基础建设以外，上重要的就是相关法案甲用地变更等调整。对此，林俊宪也希望在上短时间内来完成这个工作。现在因为地方的都市计划审议已经通过，如果再到内政部去的话，我想我们希望几个月时间就让它完成了。那最慢我个人认为应该今年就要完成相关的行政措施，然后政府就赶快来做后续的规划。那未来要怎么规划？大概市政府也有一些它的基本想法了就是说基础的公共设施以外，也希望能够有一个水上运动中心，因为这个地方除了玩水以外，也是水上运动非常重要的。像帆船然后冲浪板等等，所以
希望哈，明年就可以开始哈，有一个不一样的渔光岛。干部公司表示，伫现在规定之下，民众如果是来看风景的，并未受到影响。但是无开放进前，因为欠缺安全的设施，所以希望民众来配合。而且目前也以可靠为主，但是针对各方反弹的声音，未来也会朝向开放的方向来做规划。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乐港娱乐中心已经设立37档，所以真侪设备已经真牢固。议会民政委员会特别告场会刊，除了要求爱征收公共厕所以外，嘛具体建议希望将限地的综合教室改建成托婴中心。成立高达已经37档的乐港娱乐中心，虽然每一档拢规划侪乐港在职教育的训练课程相当充实，和中心的使用率真高。毋过因为设备拢具参照便所的空间上下，数量无够，拢互使用民众有真侪怨言。中央议会民政委员会的实地校长会刊，嘛点出相关无障碍便所的坡道设计缺失，要求市府一并改建征收。但说如果从轮椅然后要换，轮椅不能进去啊！轮椅怎么进去？轮椅不能进去嘞！啊，就是冷静那种，轮椅摆哪里？放外面吗？那我怎么关门？所以还是要有人来陪同，他才能上厕所。希望就是劳工局能够在这个部分，不管是软体也好，硬体也好，我们必须要加强，因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就是课程，包括工会也在这边接受这个培训的一个动作。好，既然使用了这么高的一个劳动娱乐中心，我们就应该要求他所有的配备，还有软体硬体要一次要到位。同时，议会一家人嘛来到过去由餐厅所改建的综合教室，因为较少使用，已经开始有臭扑味，所以委员会嘛建议会当活化再利用，朝向托婴中心的需求来改建。希望说能够更活化一点哦，那因为都是台南市的资产，所以包含劳政跟社政，其实某种程度上，如果在法规上能够克服状况之下，希望它能够多多活用。就像刚刚我们召集人还有周丽金议员所提到的哈，如果说是变成一个让职业妇女哈都可以托婴托幼，甚至一个公共托育中心，其实都是相当不错的考虑啦。因为过去这个地方设计是为了餐厅嘛，好，但是餐厅没有使用之后，又打算做超商，但是因为这边人潮人流已经改变，所以这边做可能就不符合实际的需求。那我们会请社会局跟劳工局这边再加强研议一下，好看是不是能够让它发挥更大的效能。知道我们是收支队列的，一年大概有1500万的预算跟结算的部分啊，因为我们每一年大概在基本的人事费相关大概1300多万，我们每一年都有职类编列200万，所以这9年大概花掉了1800多万，但是因为没有办法一次经费全部到位，但是我们职年的编列预算。优先顺序来做改善。那当然，议员今天还有很多建议，那我们会来排先后的顺序来做改善，包括刚才议员召集人所谈到的那个化妆室的部分空间，那个已经做那么几年的空间是比较狭窄的，那我们会想办法来做改善。如何将乐境甲社境的需求结合，将乐港娱乐中心的软硬体环境再造，相信民众拢相当期待。台南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北区华德里举办社区巡礼健行活动，号召里民做伙出来健康的运动，而且搁伫健行活动当中加入志工的导览，互里民更加认识家己古大的社区，同时了解环保责任的重要性。9日一透早，伫北区华德里有一场社区巡礼健行活动。该活动是由华德社区发展协会主办，台南市环保局指导。活动规划脚踏车巡礼、社区健行导览、环保 DIY 创意、健康素食推广以及有奖竞答等，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今天有包括健行活动，然后还有我们的脚踏车活动。那主要就是用很健康的方式，昨天是父亲节，一起来庆祝父亲节。那我想也透过这样子的活动让社区的民众去了解社区里面有6块公园，每一块公园的特色我想我们华德里的蓝美玉里长是非常的用心，那也推广健康蔬食的概念。所以今天在6块公园巡礼完之后，就来到活动中心来享用最健康的蔬食，也推广健康的概念。咱里长非常认真骨力啦，前站就拄换人骑机车无小心去跋倒去，即摆咧静养当中，由咱
华德里的志工朋友吼来共同来策划这个活动。我想今仔现场我看到真侪乡亲好朋友拢来到现场，啊嘛看得出讲咱用心要打造咱的区，咱的里吼是一个足热和的一个区交里。啊嘛毋望讲咱观众朋友若拄啊徛伫咱遮附近的吼，嘛会使来参与咱这个活动。透过走访华德里内6座公园，认识家己社区的故事甲发展，互参加的民众，不管是大人或者是小朋友，拢真欢喜甲娱乐。很开心。很开心啊！那今天你知道今天是要干嘛吗？今天这个活动。啊，恁对家有了解看什么啦？健行啊！是谁带你来？妈妈。知道我们那个社区的公园很多，然后也知道说我们这边里有这么多里民对于社区很关心，也为自己大家出来做志工，去服务这个社区。所以整个社区的环境，因为公园多，相对的空气也比较好，然后住在这边也比较舒服，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觉得我们里长做得超好了，要再想有比他更好的那个可能也没有。所以你看我的答案都已超好了，我想不出有什么好的意见出来了呢。有像一个这里长这认啊认真，这认啊骨力，啊甲社区吼啊整理甲安尼有够欢喜，有够清气的啦。这阮附近遮较早原地来拢安尼拢草啊啦，啥物一大堆。阮这里长来安尼用心一项用，所以有值得阮家推崇啦。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要关注马上转来新闻现场。阅读连结亲子，携手让爱飞翔。欢迎您大手携小手，来场亲子阅读派对。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台南爱读册》节目。农历6月18，地王爷生是真侪信众的大日。安南区12殿南天宫，经过多年来努力的推广甲传承，已经将过7000平安桥精油等仪式，成功的转化为所有市民对地方庙宇的共同记忆。透过报道，带大家做伙来了解。12殿南天宫每当农历6月18，拢会举办地王爷圣诞庆典。今年活动动工一透早，伫南天宫就来了真侪友公、信众、机关团体、学校等，拢一同前来团拜祝寿，现场气氛庄严隆重。伫结束上午的团拜仪式后，下晡2点半开始，庙方嘛大声提供素食卤面以及平安圆，互信众大德吃平安。3点一到，开始正日地王爷生的重头戏，免费互信众过7彩平安桥，精油消灾，祈安祝福。过平安桥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吗？就可以保平安啊，可以保平安哦，哈。阿公，你今年几岁啊102啦。102岁啊？好。啊，你来遮过这7天平安桥过偌久啊？过2天啊。过2天啊？啊，过了身体有感觉什么感觉无？啊，平安就好啊。平安就好啊。
庙方表示，12殿南天宫创建伫咧西元1875年，建庙至今已经超过140栋。旧庙伫60档进前重启，变成现在的模样，被称为是台江无量结构庙宇的典范。南天宫主事知府千岁，当属文魂圣地，甲天上圣庙顶尊神，神威广大，福泽众生。12殿南天宫生生邀请客囝，先生大德、过门、各有功交背景，莅临指导。公务升温，嘛诚恳欢迎民众小少做伙来拜拜斗热闹，共同为知府王爷圣诞祝寿。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绘画艺术伫安平特风的推广之下，除了有艺术创作诞生，甚至互绘画成为在地文创商品。今年由教育部补助，公山龙岗再次甲安平特风合作，来承办全国各级老师的陶艺演习。10号上午正式伫安平登场。第一个步骤先定中心，好，定完中心之后，第二个动作 make 后，拇指指尖朝下，拇指太长用食指，食指太长用中指，任何手指往下挖。老师我都不想要剪指甲啊，老师借你我的手帮你偷偷挖一个洞。好，挖完洞之后，请你手慢慢把它拨开，拨开远远看过来就看到一个形状。老师，我今天想要做盘子，远远看过来觉得盘子就出现了。来，这盘子你觉得太小的人，老师我要当水果盘，我就把它做大一点，这么大的水果盘就出现了，没有？好，盘子会做了，往上抱起来就变成一个吃饭的碗。哦，恁到看挖空你就做挖空，恁到看聚宝盆就做聚宝盆，要嘴巴变大就变大，嘴巴要变小就变小，用你的双手慢慢来。从事陶艺甲客家文化旅游的安平头坊，今年再次甲公山龙岗合作，承办全国各级老师1连3天的陶艺演习。10号上午正式伫安平登场，来自各县市30位不同领域的老师，正听出宋建成伫手拉胚生动活泼的教学，将理论甲实务结合，也将陶艺作品运用伫咱日常生活，互演习老师收获满满。今年再次又与冈山农工再次配合一个公民营的活动，这次办在我们10号、11、12这3天，最主要是因为老师用暑假时间来到安平，来感受到我们的陶瓷如何在制作上可以带到课堂上来。那我这次上课原则上的重点都是把一个务实的一个经验跟理论把它结合在一起，让老师亲手去做的过程里面去感受到玩陶的乐趣之后，他未来的课程上可以把这样的记忆带到学校跟学生做互动，让学生去做专题。所以今天很高兴看到名单之后，有来到屏东，有到花莲老师到今天还有来离岛的都有来来到这边都他们都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经验带到学校做传承。那谢谢学校有这个机会，再次给我们有机会用入门、中阶、进阶，慢慢未来课程越来越延伸上去。希望这次的老师都有满满的收获。演习老师当中，有对台东、花莲、甲台北远头路来，特别对着从事启智等特殊教育的工作者来讲，算图甲雕塑过程都是真好的质量教育。我是来自花莲特教的一个特教老师，那对我们特殊生来说，就是玩陶、捏陶，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趣，然后可以有效达到孩子一些抒压的活动。那我们学校前几年负责陶艺的老师退休之后，目前就是学校方面没有老师可以进行烧釉的这个工作，然后就发现有这个公民营的活动很棒，就配合我们学校的主题，可以让我带回去学校里面实作，所以就很希望可以参加这一次的研习。我几年前那时候曾经参加过这个研习，然后那时候我回学校的时候，我觉得应用在我的学生的身上，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所以我今年又再办参加这样子。而且我们本身在台北市，那去孩子要摸到土其实很困难。那我们学校有那个陶艺的课程可以选修。那后来我发觉，我们启智的学生，他们虽然有些时候智能上有一些问题，或者是说肢体上有些受到限制，但是借由这些陶土的话呢，他情绪可以慢慢的就比较缓和平稳。然后借由这些游戏呢，我觉得他那个精细动作啊，或者是说兴趣啊，就会很提升这样子。陶艺这门学问，除了是艺术创作的专业，伫安平头坊多年来推广，更是结合安平咸西文化成为独一无二的门牌设计，充分运用伫咱日常生活，有怪一档办过一档，得到教育部肯定补助。台南新闻军志林光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1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